咱有新样的态度，咱理解有种敬国，两岸是华安公署，所以还是讲所以咱在俄乌期间，包括现在，公司的主业平安都好，安排如有钱钱的意义吼，我们就是我当时代输给天山，话不能话是。我们应用在时代，都不是政治风大样平安和諧。南人山江以后正常。刚刚住满看，很太惨。我记得啊，当先生完全不休想，所以大家这些以及我们在台湾的所有同修前学们，也或写在那儿做的誓言，跟在美国、在台湾做后盾，使得这一条的道路能够继续的来推动。所以或许仅在这里代表所有在美国的道亲，感谢各位前贤，也希望各位前贤能再接再厉的共同以心合力，一起来支持，一起来迈下美国这个康庄的普渡之路。仙佛来灵堂，在花一族，老师说到一年到美国了，所有诸天仙佛、万仙菩萨都来到这儿，在哪方住到了，所以大家放手的去做，所有仙佛跟老师都会默默的在旁边诱护你们。我现在听到这个，心里很高兴，很高兴，也希望这一股力传承给在台湾的我们在座。如果 schedule 上在时间上安排得宜，个人做得到的情况之下，如果能够参与在那边的帮办的，那么请自己能够主动的跟护理师这边来协调，因为我们那边确实需要人才。因为目前看着医书族他们在那边是1000万、2000万、3000万的在投入，给同事们一次来3、4个，人才一次来10几个，那么今天他们也在办，他们办的越来越红展。这一次他们已经搬到夏威夷去了，一次搬到来求道的都有20、30位，中国人也有，当地人也有，所以可见道路是真的来到美国了，现在集中在那边在度所有的精英，上天的言子，所以我们也不落人后。为什么或许在这里现在这么讲这一句呢？因为记得当或许躺在新楼医院的时候，或许护理师问或许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？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因为那个时候不停的他们在帮或许准备后事。准备要穿的衣服了，要回去要去准备这些东西。或许报告护理师说，那美国的道路怎么办？护理师回来叩求老母慈悲，跟老母许愿，如果或许的身体又再不好起来，
美国的大陆要来开放，我们要开放到哪里去？所以改变天然，是的。感谢护理师的慈悲叩求，以及所有各位典传师、所有先贤大德们的慈悲叩求。那么，希望即将的未来道路是更宏展，或许为尽自己最大的心力，有能做做到不能做，把这个劳动的工具用到最后不能用，才作罢，做到死而后己。曾经的或许在离开要去开放的以前，那个时候的心态全去，一方面来是因为庆功的时候有疗院做开放，虽然在台南开放的台南道路，那只是一小点的成绩，实在不足以可以谈的，实在没什么。或许想那个还不是真正的台湾，到或许有家变，然后呢，后来呢，妈妈过世了，那么爸爸跟妈妈都或许说，还有很多人没求到，在我离开人间的以前，你妈妈过世了，在我离开人间的以前，你想要做什么吗？你是不是要再接近度人啊？我说我会的。那他说那你去年去了美国观察那边情形如何啊？能不能去办啊？或是在1989年到美国去观察那边的道路，是不是哪个地方比较适合？或许的身体状况到那边去定居下来。那么或许跟爸爸做了报告，爸爸说，我说那你身体还不行，妈妈不在，我要陪你。我说你走，我不需要你陪。很多人是在等着要上天的这个道，你赶快去，不要担心我。那么或许就想，父亲既然这么说了，所以拿起一张纸，就开始写立表，立了一张表文。那么去开荒，陈业真的开荒，做到死而后己的表文，只有爸爸知道。那么爸爸在佛堂或许请人给了老母跟，那么跟老母相道一下，然后列了表文，表示自己的忠心，自己的诚心出来。流露表白以后呢，那么爸爸为见证人，给周边亲朋也同做见证人。那么所以在辞去以后就开始了。那么到今天，高亲们现在转过头来知道大道正开普渡，高亲们很感这个天恩，因为后血的病是他们成长的，因为后血的病他们看在眼里，他因为后血的病他们看这个比他亲的人，他们认识的在周围的已经死过超过20人了，他们认识的。然后后学的一个社会工作人员说，从1996年到现在，他接过手已经5000人。那后学的医生也不可思议，为什么有这股力量？或许就说来到这边，这个病就是为了救你，你来不能求道。那医生来求道了，或许没有做任何的那个chemotherapy 跟你别说，没有做化学
这个就是天恩厚爱的见证。或许无才无德，那么这一股力量是来自于秉承前人护理师提供给人生们的精神，这样延续下来的。因为前人的脚步，或许看在眼里，前人的艰辛、披星戴月的精神，感召的或许。我们很荣幸，因为我们有非常好的前人，他老人家很想说很多话，但是他用他的行动，用他的精神领导着我们，不知道大家知道吗？有多相信，多深入。护理师他的精神更是大家可以看得见的，大家能够同表于心的。他的圆融，他的无畏一切，他的困苦，他的无奈，一心一意，在了解到以后一直办到。一直报道，一直如此到一直沿有一切。那么到今天，虽然在事业上的经营有起有落，这不管是修道人不修道人，大家都会的。这也是他的一场生命中的考验，他也被拖到了，不是他的意愿。但是呢，这都是一个考验，我们以个人为欢喜的考验。典范是吗？也都这么辛苦，那么这些能有今天铭记的这股力量，那么或许跟着大家学习，或许看到每一个消化出来的这些光更热，他带领了或许，让或许知道道真、理真、天命真。因为以前听典论师们、听讲师们在说，或许只是感受到它是真的，但是怎么真不知道。今天知道，其实真就从我们的老先人、前人、护理师、各位典论师身上这样延续出来的。所以不外乎老师领导的时候，一来的交代，跟好前人的脚步，跟好典范师的脚步，跟好印报师的脚步，这一条经线跟好。那么这个就是过学力量的来源。也肯定的这一点，或许知道道的心传是从内以心印心，这个不是外来的东西。我们今天是一体的，什么是我们今天是一体的？从哪一点去做见证，或许有一个深深的感受，也是真实的故事，就是发生在或许的身上。所以我不知道时间到几点。有一次，我也病得很厉害，止痛药没有办法麻痹，没有办法治疗这个痛，暂时我都不是。从房间抬到客厅来了，道清门来，我在那里。道清门哭到门就不教会哭，一直掉眼泪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不知道怎么办。要再打119，我说不想到医院了，因为上次去医院打了麻醉也是没有用，后来修了老母才不痛。那么这一次不去医院了，
要不然打19、3分钟他们91、3分钟他们就来了。结果呢，我就告诉道亲们，走下，把心静下来。把精神集中到在第一宝，用第二宝来运转。我们大家心都收回来，我们就是一个人，我就是你们，这样就能帮或些减轻痛苦，试看看。结果大家没有办法，就这样也照着做了，大家都收心回来。用的第一宝跟第二宝就这样很近，他们说或学差不多到35分钟的时间，或学睡着了，不痛了，而且睡到早上3、4点，睡得像个婴儿，没有再醒过来，只睡到早上。他们看到这个天恩师的宝贵，他们看到大道的尊贵点，他们看到大道不可思议的地方。各位亲爱的同学，各位天选大的，这是真实的故事。有一次在金城市打了3次麻醉了，3次打下去量剂都是多的，量一下不能打太多，人会昏过去受不了，心脏会受不了，所以有一定的剂可以打而已。打3次没有用，不能自动，没办法。那时候或许心里很痛苦，很难过，心里想着，一直叫着老母，叫着老母。为什么人生是这么般的痛苦啊？那个时候，一个人眼睛看过去，看到有人又推急诊进来，一个老人家哭得很，一直叫，一直叫，一直哀，一直哭泣，一直叫痛。或许看到有自己的苦，体会到众生的苦，但是眼泪就掉下来了。或许立了一个愿，在未来成就无敌。我愿所有患病的人、生病的人，听到我的名字，他们的病都能得以解除。所以，为了利益众生生，我要成道。我觉得把这个愿力告诉在旁边照顾或许跟那个阿丽莎，因为美国的道亲，他一直哭，他哭着求上帝慈悲，让我不要痛苦，不要死掉。他说他们大家需要我。或许为了安慰他，就一直跟他开示道义，就跟他一直开示道义，开示道义，一直讲到或许竟然忘记了，或许忘记了痛苦，或许还不知道自己忘记了痛苦。表示他笑着告诉或许：“哎，你已经不痛了耶。”或者说：“哎，对啊，忘记痛了耶。”就这样，忘记痛了。所以，我们身体会有病，是因为我们
通的，哪有病？哪来的病啊？没有病嘿。不知道在座各位亲贤能不能体会或许这一句话？但这是真的，我们根本就没有病，真正的我们是没有病的。所以这是为什么？我也告诉这位道亲，这是为什么上天传给我们医宝，上天给我们临时给我们一指点这个没有字的真经，这个常而不变的这一条路。回家的这一条路，为什么上天慈悲？他这样我们还不够，再给我们无字的真言，让我们利用它来跟上帝更接近。用唯恐我们实在顿的实在可以了，实在不行，又让我们丢了地上跑。当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诚心的时候，就只是扣球劳了。我在美国刚起的阶段，只要是出去要去渡人，事先一定跟老母叩首，请老母慈悲。在渡人的时候，就一直求救老师。老师帮忙。那么记得有一次，一直在这个学校的一个密斯拉高夫姐，那他呢是渡了好几次，都不去修道。那有一次先我把古典诗请或许过去在华语组，那么老师问大家有没有问题啊？老师就问，或许就问老师慈悲，为什么我渡密斯那个附近都渡不来啊？老师说，你这个小徒儿，你一起就叫着要求道，还是叫老师？那老师就在你旁边呢。他说，你知道吗？老师为了你们这些小徒儿，在天上在到处都要跟南海国所有的仙国还要讨交情，你们人情也要回去做，初一十五现想的水果，带一些随着饭手就过去送给他，学习节节善缘啊，不要一起就求道。后来或许也懂了，开始就用这么一招，每天空中都有水果，只要是渡人，不管是不是初一十五，都一定带了水果。那么跟他说这是白仙果的，是吃平安的，这是有加持的，这个是吃了以后是怎么样的好，对我们身体很好，对我们的心会更亲近。那个密斯那个夫妻终于被渡来了。在美国这么大，在开车的时候，有时候一开了4个小时找不到自己要找的地点，开了好远，原来开错方向，一时紧张了一下，或者告诉自己红花一生，平时不要紧张，因为还没有离开这个地球，所以你就安心。所以再问人家，就再开回来。走错了没有关系，走回来，我们在修道的旅程，我们有我们个人的业力，我们会犯到过错，在所难免。我们犯到了没什么了不起，既然犯了，你怎么办？就是再走回头，做错了就是赶快回头。我记得
听过上天不烧为佛子，这句话我听过，我记起来。我做错事，我忏悔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改过。以前自己个性也很不好，常常比较我行我素，独来独往，也比较不可一世那种个性。在经过这场病的磨练，很多习性呢也因此被化了，那么也因此练就了艰苦卓绝的精神。所以当逆境现前，未必见得是不好，好好坏坏，坏坏好好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一切都很好。那么当我们遇到逆境的时候，那是我们成就无上无敌的真善乐，我们要好好把握当下。我先在学习做人，所以做错了，现在心里起一个动念不对，马上恭请老师慈悲，当下就跟老师忏悔掉，跟老师忏悔掉，回去呢回到佛堂再去忏悔。好久都没有机会入我们大团体的忏悔班，1年1度的年终忏悔，那个是非常宝贵的。全然无理事给儿子们慈悲，让我们有机会入这个班。如果我们没有珍惜，我们是太不看重自己了。我们可能就是只有知道道的尊贵，但是没有把道的尊贵在自己身上，在个人上珍贵出来，或者就不会修的有点的贵，就不会有这么珍贵的班来把它放松掉，想到哪里做事比较重要。我也想入这个班，我没有在座各位这么幸福，能够入这个班，所以在座的各位先生，我们要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，没有哪里更好，每一个单位都一样，都是有问题点、症结点。只要是人，是一个团体，都会有相同的问题。记得在美国的时候，有个前人叫霍协，能不能要去接线？霍协跟他回答：霍协的前人典范师们，就像霍协的父母。我的父母再好再坏，再丑再不认识字，都是我的父母。他们的不足，我如果是好，就让我来补；我不好，我到哪里也一样。所以，或许感受到，或许告诉这个前人这样，这个前人啊，很感佩。他说：“难得有这么美丽的孩子。”那这个就是我们前人物理师各位典师领导出来的。在霍协身上看得到相同的，在座各位前贤跟霍协也都是一般的，都一样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团体是一个的，我们就是一个的。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能放下自我，那么作为一个大团圆、大团结，把心联合在一起，
我们的殿堂可以再度的发展的更好，我们的未来是无限的。那么它的成长茁壮，不是前人顾惜一个人身上，不是在各位典范师的身上，是在我的身上，是在每一个人你说我的身上。因为没有了自己，我们叫谁去做？所以自己就是最好的担当。每一个人自己来担当他，只要他可以，我就可以。或许常常鼓励自己，只要别人做得到的，或许就应该做得到。以前会推辞的，今后不会推辞。以前做不到的，现在只要大家做得到，或许就做得到。除了体力上不行的，只要不是体力上不行的，在低下的工作，在低下的低薪，只要大家可以的，或许就行。为什么？这个就是进入真理要合一。如果我们在真理上听这么多，道理上听这么多，如果我们没有把天来的真正实际来实行看看，事实上在我们身上不会产生宝贵。刚刚要来让或许昨天也开始一通电话来交代布里士慈悲到或许有30分钟的事情跟各位来分享。或许不敢有第二句话，一句话就说好了，因为或许以前听过这么一句话，谁讲的或许不知道了，但是这一句话讲，有命不敢为，无命不敢自尊。或许学到了，或许有机会用，或许就来用用看，要不然或许也当心。第一，塔音讲不好；第二呢，在美国跟美国的整体讲过上比这么大方的还有也有，但是或许一点都没有操心。因为什么？在美国的道情不常听道理，都比较像菜鸟。台湾的道情嘛，常常听道理，都是道理的师傅了。我能够煮什么好吃的给大家吃呢？现在有困难吧，所以我有担心，但是担心归担心，我说昨天晚上我说老师慈悲，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呢。老师慈悲，给我加油啊！上来我再说了，我也不会讲到，当时把实在的事情做一个报道，对我来讲大概这就讲到，因为在美国成全道心，我也是不是看书来讲的，我只是把我所学到的，我所知道的跟大家做分享，来鼓励大家，成全大家，来见道成道。因为在美国的道路，大家18字满的，只要是在师尊师母领导之下的，大家都共同来互相帮助，互相支援。因为到了战场，到了前线呢，就没有我们所谓的师徒领悟了。但是呢，私底下大家心照不宣，个人的单位，个人结束完后还是各就各位，是这个样子。所以在台湾，大家是多么的幸福啊！如果大家能把这一股的幸福在家里延伸，把修行的力行部分在家里深入，把根扎得更紧，让我们修行来成像一棵大树，像一棵大树。当根扎得很深的时候，枝叶就会很茂盛。枝叶很茂盛的时候，
那么有人经过，天气发热，它就会来乘凉。所以，当我们的德性够的时候，人家就靠上来了。你出去不要讲到，他看到你会自动来招呼你，那你再跟他谈道吗？在国外度人目前，哪怕是这个方式，别人看看你，跟你招呼，你就跟他招呼，然后你就把报告给他。所以，修道的事情实在是要我们要真正去力行做到，因为要实修，才不会再掉下来。要不然听了很多，知道很多，懂了知道了，做了没有深入，串习不够，问题来了以后又再犯了，还是掉下来。所以要实修才有功德。因为6点刚好，或许就把时间在此告一段落。非常感谢复习给我选这个机会，感谢各位同学、各位弟兄们，大家给我写的宝贵时间一想，谢谢。大道学习。再来呢，就是讲这个双方地理重要道理。因为较早讲呢，咱伫修行的时阵，如果呢受了着这个业报的时阵，往往呢，咱拢会产生了一种的见解，就是双方地理重要道理。因为咱若修行如意的话，带来大家大细人平安，啊，趁钱嘛真实，有可能咱会讲安尼一贯道真正好，这较无用嘛的。是用上迄注意咱平安，佮继续来订咧台。入社子村所建的圣堂屋顶，过关田大桥，南边向东进来4-5分钟，到了社子村，过南乐高的桥，远远看到了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的屋顶。到神元山庄义和圣堂，就是向这条路正向前进社子村的大庙。从这条路到义和圣堂，请由这个地方进入圣堂。附近就是台南艺术学院，路程大约2分钟。虽然入口比较窄，进去后就变宽了，请一同前进。国立台南艺术学院这个路牌的后面那个就是神元义和圣堂。